再來看這中東戰爭呢，也進一步影響到咱國內塑膠原料的這個價格。新竹的傳統市場有反而是講，較早呢，佇咧中晝休困收淡了後，這塑膠袋啊就會直接甲掛咧。不過即馬呢，塑膠袋啊變遮爾貴，收淡了後，就要趕緊甲收起來。甚至閣有便當店的業者呢，是甲原底免錢提供的這個塑膠袋啊，變做是一袋要摕2塊。若到菜車買菜，大人手頭攏掛過來的塑膠袋啊，受到中東戰爭影響，塑膠原料起價，對塑膠袋啊使用量上大的傳統市啊來講，影響不止啊大。摊商指出，較早休困收淡了後，塑膠袋啊會直接留在擔頂，即擺專工收起來，過等工要做生意再擱提出來。我以前不會收起來，我現在就要收起來，因為太貴了。哎，太貴了。像這種就剩下也買不到了，透明袋子都買不到了。你說透明的買不到？這種買不到了，對。現在我們的貨量都是用分配的啊。他會不會有時候聽說叫不到貨？當然會啊，現在都缺啊，不管是哪一家都缺啊。新竹有賣便當的店家，直接佇門口踏出無閣免錢提供塑膠袋啊，民眾若有需要，一個要2塊。店家講會安尼做，其實是唔望民眾家己紮袋啊來。你盡量自己帶起來啊，那我們也是會去買，可是我們買的量，我們都沒辦法拿到多。我們合作的廠商他沒辦法給我們也是無奈啊。從一袋是20塊的最平均的價格，現在已經漲到40塊。40塊呢，比較慘的是還不見得是有貨。對，所以其實漲1倍的這個調幅，其實對餐飲業來講的話，其實是一個蠻吃力的啦。業者講，原底半斤一包20塊的塑膠袋啊，即馬已經起到40塊，而且要買閣無一定買有。即馬干那唔望戰爭趕緊結束，減輕大家做生意的壓力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